台北市的外勤消防警官目前是上班24点钟了后会休一天，不过补休困嘛是爱24点钟才通算一天。有基层的消防警官就不满，认为安尼不合理，要求爱比较正常的工时8点钟算一天的方式来分休假。 行销法制要完善，职业安全要参与。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画口号，呼吁台北市消防局应该爱修改保修的制度，因为照劳基法，工课加做8点钟就通换保修，但是因所爱有24点钟的加班时数，才通算一天的保修。相较于其他的轮班机关的那个公务人员，比方说像狱政或是说警察，他们其实也都是以8小时去作为计算。那为什么偏偏就是消防人员是独特的，是24小时去做计算？台北市消防局表示，外勤的消防员算是轮休，唔是白班，即马是做一天24点钟就休困一天，会安尼安排嘛是考虑人力有限。像目前消防局的编制员额是2000人左右，但是实际人力只有1800人，假使若扣掉逐天休困的人数，嘛要维持有2%的人上班，所以伫保修办法才会采用24点钟来算。就是说，他请这一天以24小时来算的时候，等于前后2天休息，3天的休息，等于休3天，等于每天8小时，这样算，等于就刚好24小时。你今天如果人力够的话，那是不是你今天所谓的补休，你就按照一般的公务人员制度来，它仍然是可以被接受的？那人力不够的这个问题，我们政府不能推给消防员啊。消防局表示，针对保修的算法，会将意见提回去讨论，嘛承诺明年会开始开放基层参与消防局的防护小组，听取大家的意见。记者陈阿文、徐凯台北报道。